到这个到三工。老太太需要帮忙吗？阿婆你好，安走，安怎么该？做在天数么？关好啦。哟，唔咩阿头妹呢？那叫全多了咯。说中国其实搬到台北啦。后生个铁路太台北啦，再就2年久了，你要我全多了咯。路咧，那伊也安太监，搭搭滴滴都请唔到啦。请多了不是错过来啦，他一直都讲行，你别对了。阿婆，我帮忙干奶奶天数。关好啦。你跟谁进来啊？那位所长唔知哦。唔知啊。唔知，哦，那站了去。